永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新年恭喜！非常的欢喜，咱会当伫初3的时阵，回来到伫咱的教会，咱要来敬拜咱的上帝。因为咱所信的上帝，伊是唯一的，伊掌管这的天地万物，所以互咱今仔日也会当活的，会当做这个事，会当做迄个事。所以咱伫上帝内面是自由的，阿们吗？哈利路亚！咱今仔日要全人、全心、全意来敬拜咱的上帝。这个是牧师要邀请咱起立，请我们一同起立，好吗？我们来找3位的弟兄姐妹，你来跟他讲说新年恭喜，我们一起赞美神。来找3位的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新年的喜乐依然在我们当中。神他赐给我们新的日子，新的一年过去，旧的一年过去，新的一年来，旧的日子过去，新的日子来。神他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神他要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日日更新，心意更新，因为我们是活着的。因此呢，保护耶和华，保护我们的是耶和华，他的右手保护我们，我们在他当中得蒙平安。阿们吗？我们一起来宣告说，保护我的是耶和华，一起说，他的右手必庇应我。来，哈利路亚！我们一同来祷告，在神的里面再一次的向神赞美感恩。我们把我们双手举起来，哈利路亚！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灵你在我们当中，圣灵你在我们当中，圣灵你运行，主啊，在你里面站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主，我们的灵单单的对焦在你的里面。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所尊崇的。主，谢谢你的慈爱，谢谢你的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用使徒信经再一次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我们一起大声说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因为他是自在、永在、全在的神，哈利路亚！一起拍掌赞美归给他。耶和华是我的主，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是的，除去所有的惧怕。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是我的盾牌，是为基督坛，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地球虽然有哭泣，造成我们的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跟旁边的人说，不仅唱歌，我们要跳舞赞美神。跟旁边人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我们的神是跳舞的神，我们也是跳舞的百姓。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大声的宣
的帮助。来，神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帮助。阿门，哈利路亚。神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帮助，因为他创造一切的万物，让我们享受在其中，所以我们是一群丰盛的子民。阿门吗？哈利路亚。我心而乐上帝。再回来，我心而乐上帝，主的引我的背，天地万物三角以上，我乐意大尊名，手摸长河水转，高雄大海远山，黑面一段关的来公义交争，我心恶路上帝，世间情人的背，空中对照因是出声，我乐意大尊名，溪水草无溪水，下回归一个水，一更就来凉风吹来，风雨断来。兄弟姊妹，咱充满着上帝所赏赐咱的恩典，咱用咱的心就是要来敬拜伊。咱搁吟的时阵，咱要将咱的手举起，主啊，多谢你创造一切的美好。神啊，感谢你，一切的美好都在我的身上。我们请弟兄兄弟这位来，哈利路亚，我心而乐上帝。咱大先请兄弟来吟。心恶路上帝，主怜引我的背，天地万物三角以上，我乐意大尊。姊妹来，手摸长河水转，高雄大海远山，黑面一段关的来公义交请姐妹来，姊妹。我心恶路上帝，世间情人的背，空中对照因是出声，我乐意大尊请兄弟弟兄，水水草无水，风回归一个水，一更就来凉风吹来，风雨咱这位举手来，下水。水水草无溪水，风回归一个水，一更就来凉风吹来，风雨断离咱这位来，黑水草无溪水，下回归一个水，一更就来凉风吹来，风雨断离来，一更就来凉风吹来，风雨断离一更就来。一更就来凉风吹来，风雨断离哈利路亚，阿门。我们来跟旁边人用台语来跟他说：凉风吹来，主大人爱。来，你甲隔壁人来学讲台语看麦。凉风吹来，主大人爱。阿门。台语非常的美，诉说神他创造的美妙。哈利路亚。
在新的一年，你有没有领受到神给你家庭新的意向，给你生命新的意向？我们要来向神来领受支取，从神来新的意向在你里面。哈利路亚！一起发出敬拜的声音。哈利路亚！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我们的手举起，因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用我们的肢体来唱诗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是的，在基督里一切都更新了。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继续的敬拜，哈利路亚！有敬拜的声音。是的，我们眼目对焦在基督的身上，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一切的大自然都向他唱出赞美的歌。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我们是渴望的呼喊着，你都要渴望呼喊，我们呼喊说：主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我愿你来。也要敞开，让友情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你领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全地，哈利路亚！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也要敞开，让柔情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你领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人，我们要来 RPG 的祷告，赞美在我们当中，为地球代祷在我们当中，为对方祝福在我们当中。我们两个人，哈利路亚！现在找两个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赞美神，把手举起来，我们赞美神。当我们的手相连接的时候，我们就为地球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荣耀充满在我们当中。会 RPG 的带不会的人，我们带动，让我们的祷告都被复兴起来。哈利路亚！我们在这里看到夫妻、亲子、弟兄姐妹的 RPG 的祷告，真是荣耀神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哈利路亚！主啊，你的名真是彰显了主，主啊，你的荣耀在这其中。我们赞美神，赞美神，赐给我们一切，赐给我们这么的美好的新的一年。
边你跟他说，祝福他说，相信神要在你的身上做新事。相信神要在你的身上做新事。哈利路亚！有耳的都当听。因此，神他的祝福，他要做的新事，必使你昌盛，一无所缺。阿们吗？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很开心，我们能够在春节的期间，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攻读、领受他的话语。今天咱要共读的圣经记载伫诗篇第15篇第1到第5节，在诗篇第15篇1到5节，咱先用台语来读。请，耶和华是谁会徛卡伫你的步平？是谁会徛起伫你的圣山？就是所行正直、所做公义、心内讲诚实的人。伊无用计加无人，无歹款待朋友。人诽谤厝边，伊无四过用。伊的目睭看轻非类，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伊咒詛虽妄加伊揭开，也无变换。伊云照人无为着利息，无受报路来害无罪的，行这好事的人，永远无有错。接续我们用华语来攻读，请。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我们上帝的话语领受到这里，希望上帝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日常生活随时的帮助。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本堂周信荣牧师，他要证道的题目是与神同行。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大家新年恭喜！新年恭喜！今天是初3，大年初3。那我看我们弟兄姐妹那么多，可以乐意在礼拜天的时候回到神的面前来，并且今天大家穿的衣服红色的占大半这是过去没有的，对不对？因为总是穿的红一点表示喜气的有盼望的，有祝福的，阿们。跟隔壁有一点点红的，就祝福他烈昂哦，来。有一点点红的都需要哦，这是祝福哦。那个这里有红也是一样哇。今天我们有几个特别红的，对不对？哇，感谢主这是一个带着盼望的一个新的开始，这是你我大家都乐见的一件事情。我相信这也是神的心意，阿们。神是一位乐意祝福我们的神，神乐意与我们同行，神更乐意我们用谦卑的心与他同行，阿们。好这时候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宣告神的话语。来，上帝启示的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能力的源头，选择的根据。现在我要领受真理，我用信心宣告，我的心门敞开，灵魂苏醒，我必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过年总是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这里还是放了一对的春联我们来一起读好不好？
新春新岁新希望，爱神爱人爱乡土，基督是我家之主。阿门。让我们在新春的时候总是看见盼望，因为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他乐意与我们同行。这是我们可以透过因为神的爱，可以彰显出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可以懂得怎么样用神的爱去处事为人，更能够知道说怎么行才能是神所喜悦的。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思考怎么样与神同行。我们看诗人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什么人会当架卡你的帐幕？几水会当徛在你的圣山？这是一个问句，对不对？那这问句的期待是不是有答案，对不对？当然是有答案。这里所形容的不是说就像过去的祭司可以长时间在教会在圣殿里面服侍哦，不是像牧师就住在教会的楼上，对不对？他所表达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才能够经历到这神同在的甜美？怎么样的人才能够享受在神同在所带出的所有的美好？这是你我可以一起来学习的哦。所以若要与神同行，要亲近神，到底需要具备怎么样的条件没有？诗人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而这首诗呢，是他们上行诗哦，就是他们要到圣殿去敬拜神的时候，他们会唱的诗歌，他们会吟诵的诗歌，表达说，对，我现在要亲近神，我当用怎么样的态度，怎么样的表现来让这位神知道我是何等的渴慕他，何等的盼望与他同在。这是我们所以看到的哈。所以标准答案就是告诉我们，就是怎么样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哇，这看来所可以与神同行、与神同住的人，好像不是外在的条件哦，也不是说你的身份地位怎么样你家庭背景、你的学识经历怎么样，好像都不是这些，对不对？哇，很特别的，让我们知道那到底正直的意思是什么？原来正直的意思就是是完全的，是健康的，是完全的，是健康的。而我们也看见耶稣在八福当中，他在登山宝训里面就告诉我们，清心的人有福了，对不对？台语叫做什么？清心的人叫什么？清气心肝的人。清气心肝的人，我们一起说一次来，清气心肝的人。哇，清心的人哦，清气心肝的人，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三心两意的，我们是非常的心里不是很多的诡诈的思想的，很复杂的思想的。神不要我们这么复杂，对不对？你跟隔壁说，兄弟，神不要我们那么复杂啦，来。对，神要我们是很清新的哦，清气心肝，心内是足清气的哦，没什么污点的哦，没有任何的瑕疵，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所以正直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的，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达到100%的完全，但是我们渴慕完全。这是一个路径，这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必然可以追求跟努力的一个方向。所以清心的人，耶稣就告诉我们，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阿们。哇，太棒了。那行事公义是什么？行事公义的意思其实可以说原来的意思是说与神有美好的关系的人。一个我们知道，我们所敬畏的神，他不只是慈悲怜悯的神，他也是公义的上帝哦。他不看有罪为无罪，他是毫无瑕疵的圣洁的神，所以他盼望我们基督徒也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知道吗？基督徒圣洁的生活非常的重要哦。如果你过着一个
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我可以说，你就会成为一个清心的人。因为你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的心内就无惊吓，无不安。在你的心内，你就安那会当坦荡荡的来面对神、面对人，更可以坦荡荡来面对自己哦。这是基督徒我们所巴望，我们应该过的神应许的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如果说我们成为一个行事公义的人，表示说我们是跟神关系非常亲密，我们很认识神，我们很体会神的心意在哪里，所以我们会想所神思想神所思想的，我们会说神所说的，我们会做神所乐意做的，这是成为一个与神关系良好的人我们可以看见的。所以从这里行事公义里面，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不是凭着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是非善恶，不是的，而是怎么样？凡事都靠着神来分辨清楚。阿们。对，凡事都靠着神，靠着神来分辨清楚，会帮助我们到哪里，我们都是可以因着神的公义，让我们可以坦荡荡来面对我们的生活。他说，心里说实话，就是讲真心话了，对不对？我们来试看看，我们跟隔壁说一句真心的话，赞美的真心的话哦，好，不是很肤浅的哦。找一个哈，你眼睛对上他，然后就瞄他一眼，因为今天是新春初三嘛，总是要说好话，对不对？要说恭喜的话哈，我们就看着他来说一些真心的你对他的祝福，好不好？就一句就好，不要很长哦，很长他会忘记了哈，就一句就好。来，10秒钟让大家看一下，然后给他一句真心的祝福的话。你隔壁还没有对你说祝福的真心话的，有没有？还没有的举手一下，没关系，牧师就为你祝福好了。好，哇！虽然我们的脸部被那个口罩挡住，但是我看你们的眉毛上扬，我就知道有一个很窝心的祝福的话在你的心底，对不对？从你的耳朵进到你的心。进到你的灵里面，你就知道这是神对你的祝福。阿们。对，我们从心里说实话，说真心的话，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真的凡事都靠着他，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在爱里说诚实话。阿们。好，我们来读以弗所书4章15节，来，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结于元首基督。以弗所书4章15节。对，哇，这样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人哦。哇，你跟隔壁说，你刚才对我的祝福是神喜悦的。来，阿们，阿们。哇，太棒了哈！我们永光教会是一个彼此尊荣的教会。阿们。我们永光教会是充满赞美，不仅是对神赞美，也是对人赞美。阿们。我们看的人是一个他的优点大于一切缺点的。阿们。我们不看人的缺点，我们只赞赏他的优点，这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待。阿们。所以你我真的心里要说实话，我们用真心话来彼此对待，我相信神就在我们当中。所以如此说，清气心肝的人，清心的人，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说话诚实喽。阿们。你对这3样你自己打几分？不要举手哈，不用举手，让我们在一个新的年开始，让我们做一个清心的人，是一个清气心肝的人。这是耶稣所为我们祝福的，他应许我们，天国是我们的。阿们。你跟隔壁说，
天国是我的呢？来，阿门。对，你不要只听别人说天国是他的哦，你也要说天国也是我的，对不对？对，因为我们是清心的人，在神的面前做他喜悦的事，所以我们期待在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在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期待那个时候神降临，基督同在，基督为我们代祷。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怎么样？我们在祷告里面不断的审查自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道德、在行为上都能够让他喜悦，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基督徒你我每一天都需要的，都需要努力的。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像基督一样的完美，但是我们有基督可以让我们效法，我们每一天都效法基督。阿们。学习他的样式，因为神早就把创造的时候把他的样式、他的形象给我们，我们理当活出这一些来。这是基督徒本该有的，而我们也天天在努力追求，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看亚伯兰，他在99岁的时候啊，神对他说，为什么神那时候会对他说话呢？因为之前他做了一件事情，10几年前他想说啊，上帝要祝福我的子孙、子子孙孙，像天上的什么星星那么多，像海边的沙这么多。但是我到这个时刻还没有看到一只的小蟑螂，所以呢，上帝就给我智慧，我就多取一个，对不对？我太太撒拉的女仆就是叫什么夏甲的，就说上帝啊，你不行，我自己来，对不对？哇，真的有生出一个来，叫做什么以实玛利的。但是上帝说，潘谁不是这不是，这个基因不是神的基因，是人的基因。所以你看，所有一切人类的这一些的挑战啊、祸害，就因为从人开始，人想要怎么样，想要像神一样的来定夺事情，就会发生很凑妙的事情来。所以到这个时候，99岁的时候，神就对他说：“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的繁多。”他说：“我要与你立约哦，你要做多国的父。”所以他亚伯拉罕的名字就在那里来产生了，对不对？所以神给他一个应许，他叫做从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多国之父啊！哇，他虽然只有一个不是上帝所祝福的以实玛利，但是他不断的宣告：我就是亚伯拉罕，我就是多国之父。我们看见神就如此的祝福他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诗篇这段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正直清心的人，神所喜悦的，可以与神同行的人，他说他的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很特别哦，那尊重、敬拜、敬畏神的人，这表示什么？就是当我们在敬神爱人的同时，我们就会物以类聚，对不对？你我的信仰一样，我们就可以同行。所以为什么说我夫妻不能同父一轭的原因在哪里？就是价值观不同。而这价值观的不同在哪里？可以在哪里寻找共同的价值观？在基督的信仰里面。当我们有同样的基督信仰，就会调整我们被世俗的这些不是属神所喜悦的信念，就会慢慢的调整我们，挑战我们，然后我们慢慢的就会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理念、共同的价值观。那夫妻面对任何挑战的时候，就可以因为有这份的信仰，帮助我们逾越，甚至是胜过一切的挑战。这些的挑战反而会带来的是神加倍的祝福在你我的身上。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应该跟怎么样？跟这一些敬畏神的人
一起更多的连结，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阿们。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有属灵的长辈在永光教会里面，对不对？我们看见，这个长辈，这位我觉得他在某方面的信仰跟他的行为值得我学习，那我们就可以多跟他的连结，多跟他学习，会帮助我们。你看，你有这个特点的信仰的长辈这一点，他有那一点，所以你不断的这样学习，可以帮助你在信仰跟生活里面更能够经历到这位神的伟大。阿们。好，所以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哦。好，所以求神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体会。我们看约书亚，当他要完成神托付他的使命，很不容易的带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就按着神的祝福，神为他们所瓜分的这一些土地来做安排。然后呢，他就告诉他们哦，若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你若不爱信耶稣今天你就该选择一个，你是要在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哪里？大河那边，我们想到的是哪里？对，在埃及那边所信的神在乌尔那边所信的神哈兰在那边所信的神。如果你们要拜那些神的话，你们就去吧。还是你们所住的这个亚摩利人所拜的神，你们要随从他们，你们就今天要做一个决定哦。但是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么一个伟大神所祝福带领以色列进入迦南地的这么伟大的英雄，他在最后的时候跟这些百姓陈明他内心所巴望的。你们是可以选择的，但是你们要选择什么？你们要敬奉怎样的神？这决定你们的生活，决定你们的后代，决定你们的祸福。我今天把祸福陈列在你面前了，你们到底要敬奉耶和华，还是要拜其他的神明呢？我相信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都跟约书亚一样，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阿们。这是我们所确信的。我们一起来说，来，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对，在大年初三第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决定。我相信这会带来我们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祝福在我们当中。当我们更追求这一份信仰，把这一份信仰更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让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圣洁的，我们行事为人是越来越光明磊落的，这会成为一个最美的见证在你我的当中。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说这一句话，说清心会上帝，谦卑待世人。来，清心会上帝，谦卑待世人。对，这是我们基督徒每天都要做的哦。好，用一个清心，一颗清洁的心，清洁的良心来会见我们的上帝，用谦卑的态度来面对我们周遭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人。阿们。我们再说一次，来，清心会上帝，谦卑待世人。阿们。你要把这一句话放在你的心里，好不好？把它封存起来，好不好？好，我们把它封存起来。好久没有这个动作了，对不对？来，预备，来，把它封存起来。阿们。对，清心会上帝，谦卑待世人，真的很棒我们在这里学习的都是神所喜悦的。愿我们跟大卫一样，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来。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不是阿们，这边23篇第6节，不是说从今天晚上开始，大家帐篷都来这里，睡袋都来这里睡觉，不是，而是我们永远，我们的心都与神连结，
我们都与神同住，与神同行。我们每天都活在主的恩佑里面。他爱我们，他乐意道成肉身，他乐意降临在我们每一个敬拜当中。阿们。每一个祷告，他都应许他要同在。阿们。所以我们这样就是享受在与神同行的当中。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回应神的话。交于你，我们不被
被这世上一切的引诱、一切灰神的意念所搅扰着我们，让我们单单亲近你，成为一个单纯的人，是你所喜悦的。你应许我们，我们将要享受你天国一切的荣耀，从今直到永远。这是我们所相信的。谢谢你赐福，让我们今年新的一年充满你的荣耀，让我们与你同行，在任何的处境，在溪水旁，在荆棘的道路上，即便经历死荫幽谷，你的竿、你的杖都引导着我们，让我们不断的追求，我们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如此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这是咱要来奉献，这时候我们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以及信心的行动，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谦卑领受生命我权，圣灵助我忠心的灵，报答主恩真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地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知道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会众请起立。我愿，生命触摸忠心的灵，报答主恩真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万上加恩，地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万上加恩，地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会众请坐。事工分享，邀请牧师。弟兄姐妹，大家新年平安。这个时刻，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教会的事工。在这个礼拜呢，我们的细胞小组的聚会呢，大家呢，都在各自的家人的一个相聚当中。在接下来这个礼拜呢，我们的小组长也有各自的调整啊。好，再来，复活节很快就要到了。复活节是我们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呢，献上一个最美的一个歌声的时候，所以邀请我们弟兄姐妹，凡你对唱诗歌呢有兴趣的，都非常的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儿童的赞美乐团，还有青少年的西团呢，在2月21号有研习会，所以呢，我们要服侍，我们是需要先装备，所以请我们的这些的同工们来准时来参加这个研习会。
另外，在2月21号，我们的儿牧呢有教师的师资训练，所以请儿牧的老师务必要把你的时间、宝贵的时间拨出来，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个训练会。另外呢，我们的培育学校呢，上半年的培育学校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营会的同工名单都在我们的周报上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名单。那我们在2月21号第2堂的礼拜之后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受训说明会，所以请同工也参加。我们的永伟牧区呢，要在3月1号到苗栗，在那里呢骑脚踏车非常欢迎我们这个牧区的属于这个牧区的弟兄姐妹呢，还有你们的好朋友们 ，best 都可以邀请来参加。继续为我们的清华弟兄来祷告，感谢主他没有不需要住院，在家里面呢来治疗。我们也真是为这个弟兄来祷告。好 ，OK， 好，那现在呢，我们要来彼此的来祝福，请我们一同起立。愿你有个好心情，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一起来，耶稣爱你，看旁边的人，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继续把我们的爱传递出去。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好，牧师来了解一下，有没有我们中南部的弟兄姐妹有回到我们当中来的，没有介绍到，我们也非常的欢迎他们。好，从外地回来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非常的欢迎。下个礼拜的礼拜时间恢复台语的是9点，华语的呢就10点45分好，我们仍然站立，请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的祷告。愿我们追求清心，与神同行，也愿神无比的大能，透过我们的信领受他无比的恩典，更愿神天天与你们同在，圣灵充满浇灌你们，让你们活出健康、喜乐、满有神的形象，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阿们。们。弟兄姐妹，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上帝祝福我们，下个礼拜见，请坐。